中不一定能够被用好。那我隨住醫學進步，手術開刀已經唔一定要開膛破肚，甚至可以做到幾乎睇唔到傷口。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兼外科學系教授趙偉仁，同我哋傾下而家先進嘅內視鏡技術，機械人又可以點樣輔助佢呢？趙院長你好啊，你好，可以先同我哋介紹下其實乜嘢係內視鏡技術咧？係咪已經用咗好多年㗎啦？但其實咧內視鏡咧係差唔多有50-60年嘅發展史㗎啦。咁開頭咧係用喺一啲診斷上嘅，咁譬如我哋腸胃成為世界各國競爭關注和焦點的對象。算力為什麼這麼的重要？這次我將去到上海，走進中國首個算力生態超市，尋找答案。Hello，聽眾嗨， ，Hello，謝謝，你好，終於來到傳說當中的上海有疾病咧，咁我哋就會放一個內窺鏡入去啦，咁去做一啲診斷嘅。咁隨住科技發展，尤其是最近20年咧，其實內視鏡咧越嚟越多應用喺治療方面嚇，甚至乎咧去到個地步咧係可以代替外科手術去醫治一啲腸胃部嘅疾病嘅。內視鏡手術咧就話係無創傷啦，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乜嘢係無創傷咧？嗱，我哋個概念咧就係咧，當我哋做手術嘅時候咧，可能講緊係80-90年代開始啦，咁我哋就從一個開腹手術咧就變成一個微創手術，咁就係要喺個皮膚度都有幾個細嘅傷口啦，係擺入啲套管啦去做一啲操作啦。咁但係咧內視鏡手術咧，佢唔同呢個微創手術嘅對比咧，就係咧內視鏡手術係經過我哋嘅自然腔道入去嘅，就唔需要咧喺皮膚上面開咩窿嘅。咁所以我哋咧係有一啲自然腔道，只要係我哋個鏡去到嘅咧，我哋都可以做呢啲手術嘅。我知道咧內視鏡手術其實喺近呢10幾20年咧，其實進步都好大。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最新發展係點樣㗎？嗱，其實過去嗰20年咧，我哋咧從一個咧，譬如診斷性嘅腸胃鏡見到息肉咧，我哋就會攞走一啲好微細嘅咧，去到現在咧一啲咧大概可能4-5厘米以上嘅一啲早期腸胃癌咧，我哋都可以通過內視鏡嘅技術咧，用一個叫黏膜下玻璃術咧，係將佢切除嘅。咁當然啦，隨之而發展咧就係咧，除咗我哋可以處理一啲早期嘅腸胃癌之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啲最新嘅隧道手術嚇，譬如包括咗咧係經過我哋內視鏡做一個隧道咧入去咧，去處理一啲叫做賁門失磁症嘅一啲食道嘅功能上嘅問題。咁呢個賁門失磁症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下括約肌咧唔能夠放鬆，令到病人咧吞嚥有困難。但係咧，只要我哋咧通過呢個隧道手術咧，將肌肉切開咧，適當地咁樣去運用咧，就可以咧係治療咗呢個疾病，去放鬆翻佢唔識得放鬆嘅肌肉嘅。咁隨着呢個發展咧，我哋都去進步到咧有一啲黏膜下層嘅瘤下，譬如支胃嘅間質瘤咧，我哋都可以咧做一個內視鏡嘅全層切除。咁當然全層切除完咗之後咧，腸胃部咧有一個缺口嘅，有個窿嘅。咁但係咧呢啲窿咧，譬如包括咗可能係2-3厘米嘅窿咧，現在咧我哋已經有啲新嘅技術咧，可以做內視鏡嘅縫合，即係話咧經過內視鏡唔需要開刀咧，我哋都可以咧係聯針，好似到外科手術呢一種地步。所以咧，就算係一個2-3cm、3-4cm 嘅一啲胃嘅間質瘤咧，我哋都可以全層切除，係唔需要開刀嘅。你提到咧就係可以用嚟治療一啲早期嘅一啲可能腸胃嘅癌症啦。咁但係即係啲病人可能都擔心話，始終唔需要咁樣開刀做，會唔會即係切得唔乾淨嘅咧？但係其實咧我哋對應嘅咧係一啲早期嘅腸胃癌。咁好多時咧，病人嘅預後咧係取決於佢診斷嘅期數嚇。咁只要咧個手術咧係切得清，個邊緣切得清咧，就可以完全根治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內視鏡咧，亦都有好多新嘅技術咧，係可以肯定咧嗰個癌症嘅邊緣。咁我哋留翻個治口佢咧，就一定係會切得清嘅。明白。咁但係其實即係醫生有冇留意到啦？即係呢一種內視鏡嘅手術，對於病人嗰個生活品質嚟講，係咪真係大大提升到咧？因為咧，我哋唔係切緊個病嘅器官，只係對應咧佢個病灶同埋佢個癌症喺個黏膜層裏邊嘅咧，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切除。咁做完之後咧，其實咧患病嘅器官咧係唔需要切除嘅。
即係話咧患病嘅器官嘅功能咧係保留到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佢哋嘅恢復會快啲啦，因為我哋冇傷口咧，病人術後冇咁多痛楚嘅。咁第二咧，腸胃部嘅功能咧保留咗之後咧，其實佢咧好快就可以食翻嘢。咁第三咧，對於自己嗰個生活質量咧，或者預後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好嘅。對比起要手術器官切除咧，個回復咧可能係更加理想。我知道咧，中大醫學院近年即係喺先進內視鏡手術上面啦，即係都係一啲科技嘅突破啊，即係包括加入咗呢個機械人系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其實咧內鏡嘅機械人咧，我早喺10零年之前咧已經開始做研究㗎啦。咁開展嘅時候咧，其實我同新加坡嘅一啲大學合作啦。咁其實咧，我哋喺2020年咧已經做咗全世界第一個臨床研究，係利用內視鏡嘅機械人咧，係處理一啲早期嘅腸癌。咁咧，我哋係做咗43個病人。其實咧，我哋發覺咧，通過內視鏡有新進2個手術嘅機械臂，咁嚟去幫助我哋完成個黏膜下剝離術咧，其實對於手術時間可以大大縮短啦，手術嘅精準度亦都提高啦，減低併發症啦。咁所以咧，機械人我相信咧喺將來咧都應該會大大應用。而且我哋現在中大嘅團隊咧，亦都開展咗一啲臨床研究喺對應嗰個機械人嘅技術發展。咁我哋講緊呢個機械人咧，同平常嘅手術機械人唔同嘅，因為呢個咧要通過一個軟性嘅內鏡咧，係伸入腸胃部裏邊，大概可能80至100厘米嘅深處咧去做手術。咁所以咧個技術要求更加高，一個臂咧可能講緊係少過4毫米嘅一個咁樣嘅大小。咁所以咧係唔簡單嘅呢個技術。不過我哋現在已經開展緊啦。講到科技咧，就不得不提即係人工智能啦。其實喺先進內視鏡手術上面，其實已經引入咗人工智能嚟嘅咧，個發展係點啊？嗱，現在咧人工智能咧係幫助我哋做診斷性嘅內鏡嘅系統咧，都相當之多嚇。希望能夠提升我哋嘅診斷率，同埋能夠早發現一啲早期嘅腸胃癌。咁但係去到個治療方面咧，現在我哋嘅團隊咧，亦都開展咗一個咧係內視鏡嘅人工智能嘅系統，係幫助我哋咧係完成精準咁完成咧我哋個黏膜下剝離術嘅。咁包括咗咧係咧譬如我哋要分割嘅邊一層、邊一個面係最安全，又唔會穿孔，又唔會流血嘅咧，其實咧嗰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已經能夠幫助你咧指出嗰個最好嘅分割點㗎啦。教授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少少未來有啲咩發展咧？我相信咧未來咧內視鏡咧嘅能夠完成嘅手術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咁包括咗係咧，現在咧除咗我頭先講嘅內鏡或者腸胃部裏邊嘅手術之外咧，我哋亦都通過咧內鏡超聲波嘅方法咧係能夠做到譬如腸胃部搭橋啊，或者做咗一啲膽囊引流啊呢啲咁嘅技術。咁我哋都相信咧將來咧加進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咧係能夠更加精準，俾我幫助我哋完成呢啲內視鏡手術。明白。今日好多謝你嘅分享，我哋先講到嚟呢一度，再見。谷雨時節，濕氣漸重，容易食慾不振。中醫認為要健脾去濕，而薏仁係唔錯嘅食材。因為薏仁呢味藥法定最低工資已實行1年1檢，最低工資條例適用嘅僱員，無論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權收取法定最低工資。由2026年5月1號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每小時43個1。殘疾僱員有權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收取按評估結果定出嘅工資。最強生命線係由馬百良綠寶靈芝呈現。肺癌係本港排名第1嘅致命癌症。喺
2024年一共有3935個人死於肺癌，佔癌症死亡人數嘅26.1%。肺癌種類繁多，喺組織學角度可以分為非小細胞肺癌以及小細胞肺癌兩種，當中80%左右嘅肺癌係屬於非小細胞肺癌。非小細胞再分開腺癌、大細胞嗰啲類別啦，咁嗰啲係組織學啦。但係咧，而家我哋進深啲喺另外一個層面去睇肺癌，我哋就會話唔同肺癌其實有唔同嘅基因型啦。咁其實暫時我哋已知咧，其實肺癌有大概9至10種嘅基因特別。一般情況之下，高危一族主要係吸煙人士、長期暴露喺二手煙或者空氣污染嚴重嘅人，而有家族遺傳史以及曾經患過慢性肺部疾病嘅人都要密切留意。而有一種同基因變異有關，名為 ALK 肺癌嘅肺腺癌就唔係咁有跡可尋。肺癌好多時男士會多過女士嘅，但係喺 ALK 嘅肺癌咧就唔係咁樣嘅。嗱，我哋見到男女係好接近，甚至譬如女士有時會仲多少少添喎。肺癌譬如話喺香港嚟講咧，個發病嗰個年紀中位數咧，大概係69至70歲度。咁但係喺 ALK 嘅肺癌咧，佢通常嗰發病嘅年紀咧係會後生啲嘅嚇，通常3至50歲嘅病人我見到好多。咁大部分都係非特異嘅。咁呢個 ALK 嘅類別嘅肺癌咧，就大概佔整體嘅肺癌大概係4至5% 度啦。就好似黃女士咁，佢喺2021年嗰陣開始咳嗽，最初以為只係普通感冒，但係冇諗過1個月都未有好轉跡象。咁啱嗰個時候係新冠嘅尾聲嘅時候咧，自己就覺得可能都係呢啲後遺症嚟嘅啫，咁就冇理佢啦。因為我住嗰度咧就需要行樓梯嘅，咁直至到我翻屋企行樓梯上翻樓嘅時候咧，就覺得有氣喘嘅現象啦。咁都仲唔去睇醫生喎，咁就一路拖到後來有一晚好辛苦啦自己。第二日就去咗急症室咯，咁就話我肺炎，就收咗我入院。住院大概1個星期之後，黃女士正式被確診患上 ALK 肺癌。因為以前個資訊冇咁多啦，自己亦都冇去留意呢啲咁嘅事啦，咁所以覺得即係如果點解我會有肺癌，我都係幾樂意㗎。都有屋企人係有患過肺癌，係啦，咁但係當時冇諗話自己係會都會有確診呢一日咯。ALK 肺癌嘅早期症狀同一般肺癌好似，包括咳嗽、胸悶同氣喘等，中後期會出現胸痛、骨痛。由於初期嘅症狀輕微，容易察覺，唔少患者都會掉以輕心。咁如果轉移咗其他器官，咁可能影響其他器官嘅功能啊，或者係去咗骨咁啊，有痛症啊，上咗腦可能會影響咗腦部嘅協調啊、功能啊咁樣。咁亦都有啲叫做副腫瘤綜合症，即係話咧個腫瘤分散一啲因子出嚟，會影響咗我哋身體嗰個各方面嘅機能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可以嘅病徵。咁但係有時比較棘手嘅咧，就係 ALK 嗰啲肺癌嗰啲病人嘅年紀通常比較後生。譬如話一個30、40歲嘅病人，佢背脊痛咗1個月，咁佢可能會覺得可能我早排做 gym 或者做運動太劇烈啦，扭傷咗整親，佢未必會即時去睇醫生啊咁樣。又或者佢咳好耐，咁佢覺得係支氣管敏感啊，或者其他嘅病痛都係嘅，佢會即刻諗自己係有肺癌咯。值得留意嘅係，腦部轉移可以話係 ALK 肺癌嘅主要轉移部位。有文獻有提及啦，咁有 ALK 嘅肺癌，其實好多時診斷到嗰陣咧，已經大概有2成嘅病人咧係有轉移腦部嘅轉移㗎。
咁喺嗰個病一路發展演進咧，咁去到大概有5-6成嘅病人咧，都會喺唔同嘅時段裏面咧發展咗腦轉移咯。一旦出現腦轉移，會導致患者頭痛、癲癇以及肢體無力等嘅症狀。不幸之中嘅萬幸，針對 ALK 基因變異嘅標靶藥，治療效果可以話係相當好，5年存活率已經達到60%。譬如以最新第3代標靶藥為例啦，如果你診斷到一線就用第3代標靶藥，佢嗰個5年冇惡化存活，即係話食住個藥個病穩定冇惡化冇死亡嘅機率咧，5年咧係去到60%嘅。你每日食一粒藥，你就可以令到你嘅壽命由舊陣時嘅幾個月去到而家超過5年，係冇惡化存活喎。我哋仲未計佢死亡嗰個整體嘅存活咧，一般都會長過冇惡化存活咯。咁雖然醫管局關愛基金已經將第3代標靶藥物納入資助，但係目前就只係針對第1或者第2代藥物失效之後，又或者出現腦轉移嘅患者先至可以用第3代。黃女士一開始只可以先申請第2代標靶藥，但係審批過程需時，為免延誤治療，佢只好先自費購買。咁佢就話我幫你申請下，睇下你符唔符合資格啦。如果你符合資格，就可以有啲基金可以幫你啦。咁當時都拖咗一陣先至，因為我就諗，不如等啲藥費批咗我先食啦，我就冇即時話應承醫生咯。咁後來就都冇等到啲藥費批啦，自己都出咗買咗第1盒嚟食咗先啦。不過最令黃女士耿耿於懷嘅係，由於佢最初用嘅係第2代標靶藥，對於預防腦轉移嘅效果冇第3代理想。佢其後唔單止出現抗藥性，病情更加喺2024年惡化，而且擴散到去腦部，要用第3代標靶藥物。但係由於制度嘅規限，已經唔符合政府嘅資助資格。無奈之下，佢最後只可以北上買藥。好似又有少少兜兜轉轉咁樣咯。如果可以嘅話，開始嘅時候就食第3代嘅話，咁會唔會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啲、快少少嘅治療咧？醫生話有超過一半 ALK 肺癌患者會出現腦轉移，而第3代標靶藥由於藥嘅滲透力比較好，能夠穿透血腦屏障，控制腦部腫瘤。如果一開始就用，可以有效預防患者5年之間出現腦部惡化，將癌症治療變成好似慢性病咁嚟治療。根據最近一個臨床研究嘅，都發現咧，如果一開始係冇腦轉移嘅病人咧，佢食住嗰個第3代標靶藥咧，去到第5年咧，佢哋冇腦轉移嘅比例咧係超過90%以上嘅。而有腦轉移嗰啲病人咧，如果一開始有腦轉移咧，食第3代嘅咧，去到第5年咧，keep 到個病穩定咧，都有80%以上。香港肺癌基金會榮譽顧問，本身亦係腫瘤科醫生嘅劉建生，亦都指出，香港藥物名冊更新存在滯後問題，建議政府可以簡化審批程序，將第3代標靶藥納入安全網嘅一線資助範圍，等更多好似黃女士一樣嘅患者能夠盡早得到精準治療，而避免病情惡化。係現行咧，香港嘅資助安全網方面咧，個準則咧會比較滯後啊。佢哋會希望咧病人咧要逐步使用咗第1代或者第2代嘅 ALK 標靶藥過後，出現咗腦轉移之後咧，先至符合佢哋嘅申請準則，嚟到申請新一代嘅標靶藥咯。咁我哋知道咧，如果出現咗腦轉移之後咧，其實病人有可能係錯失咗個治療黃金期。亦都可能喺等待申請基金途中咧，可能已經造成一啲永久嘅損害。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啲資助計劃啦，包括關愛基金啦，可以盡快放寬佢哋嘅準則啦，可以及時幫助呢一班有需要嘅病人。下一節翻嚟，我哋會睇下一種無創非熱能嘅組織碎發技術應用喺治療肝癌方面嘅情況。
等於你要送我，我真係冇殺人。Tracy 嘅狀態越嚟越差，真係驚佢頂唔順。如果可以國家成咁，我哋條線又斷咗。方官，你到底同呢單 case 有咩關聯？你終於都明白我感受啦。但我唔同你，我個女冇殺人。康業信貸快遞物業貸款前線正義女神節目今日8點。资源协调，就有点像我们并不是盖了一个水库。請到中大醫院外科專科醫生鍾兆豪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揀適合嘅治療方案。鍾醫生你好啊，我知道好多時候咧肝癌發現咧已經係相對比較遲嘅，都會令到個治療咧其實增加咗唔少挑戰啊。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一般嚟講治療肝癌有咩方法㗎？一般嚟講咧，治療都係分開根治性同埋舒緩性質啦。咁根治性嘅咧都係傳統嘅手術啦、微創啊，甚至乎係用機械臂輔助嘅外科手術啦。咁另外就係一啲用熱力去做消融嘅癌症嘅手術啦，譬如話係射頻消融啦，或者係一啲微波消融嘅。咁另外一啲舒緩性質嘅咧，就係譬如話大髀山手術啦。全身嘅治療啦，免疫方案啊，或者係一啲標靶藥嘅方案都會有可以幫到呢班病人嘅。我知道2024年就引入咗一個無創嘅組織碎化技術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個原理係點啊？其實咧呢個儀器咧係好近期先可以推出市場嘅，大概2023年尾啦，咁喺美國。首先我哋都係針對一啲肝癌嘅病人嘅。咁2024年就引入到香港啦，咁我哋醫院咧就2025年大概去年咧就有入到專門治療肝癌，或者係肝臟轉移嘅病人嘅。咁其實個原理咧都係比較簡單，我哋就唔係用一啲熱力去消融一啲腫瘤嘅，我哋就係用一啲碎化嘅方法，用一啲高聚焦射頻超音波咧，就將嗰個腫瘤嘅細胞咧去令到佢自己會磨碎咗自己。咁跟住咧，身體就會慢慢吸收咗啲碎化咗嘅癌細胞。咁呢一個治療嘅好處咧，就係完全冇創啦。咁喺一啲病人嚟講，年紀大啊，或者係唔適合做一啲傳統嘅手術啊，嘅病人嚟講咧，都可以幫得到。頭先你提過有一啲消融手術啊，即係同一啲消融手術相比，其實呢一個新嘅技術優勢係邊㗎？頭先都講咗射頻消融或者係微波消融咧。都係用一啲熱力，我哋擺一支針落去，有針落去個腫瘤嗰度啦。咁我哋通常用大概60度以上嘅高溫咧，就去燒死嗰個癌細胞。咁但係碎化治療咧就唔係用熱力嘅，咁係基本用碎化嘅原理啦。咁個好處咧就係會比較準成一啲。如果你用一支針去消融嗰個腫瘤嘅話咧，你有機會咧附近嘅組織都會消融埋，譬如話啲膽管啊，或者啲重要嘅血管咧，都會有機會影響得到。咁碎化嘅技術咧就比較準一啲，如果喺啲附近有啲大嘅血管或者膽管咧，都可以避開佢。咁所以嗰個準程度同埋嗰個併發症發生嘅機會咧就會減少好多咯。明白。呢項碎化技術即係仲係好新啦，你會唔會都已經有一啲臨床數據見到個成效㗎？係啊，我哋舊年引入大概1年到嘅時間啦，咁大概做咗54至55個病人啦。咁我哋見到個成效咧都幾顯著嘅，7成嘅病人咧係原發性肝癌啦。咁有3成咧就係轉移性嘅肝癌。咁我哋發覺咧我哋可以完全覆蓋腫瘤嘅比率咧係96%。咁併發症嚟講咧，亦都係比較少發生嘅。咁所以呢班病人年紀大啲啦，我哋最大年紀嗰個92歲，咁亦都冇一啲好大嘅問題，都可以順利出到院，而嗰個腫瘤亦都可以得以控制咯。成效就好好啦，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副作用都要留意一下嘅咧？做完之後夜晚會有啲燒，又或者啲肋骨，因為肝喺個肋骨入邊啦，咁所以我哋啲超音波經過肋骨咧都會有啲痛嘅。咁第2日咧，我哋就會提供一個磁力共振嘅會診啦，去確保我哋已經係碎晒啦，同埋確保冇併發症嘅發生。咁所以會俾到病人一個比較有信心嘅一個治療方案。醫生有冇話有啲咩患者係特別適合做呢一個治療？又會唔會話有啲人係唔適合做呢一個治療嘅？其實基本上咧，如果喺超音波底下見得到咧，都已經係適合可以考慮呢個治療。
咁但係當然有啲病人咧，譬如話真係喺一啲腫瘤係好近一啲重要器官，譬如話喺個心嘅下低，咁基本上有好多嘅治療都唔得㗎啦，可能變咗就唯有就係傳統嘅手術咯，可以避開一啲重要嘅器官。明白。呢項技術即係除咗可以應用喺肝癌身上啦，會唔會有望都可以應用喺其他嘅腫瘤手術身上？其實我哋用呢個技術嘅原理咧，就去嘗試去再研究未來嘅方向啦。譬如話腎臟啦、腎癌啦，又或者前列腺癌啊，又或者係胰臟癌啊。其實我哋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希望可以幫得到多啲嘅病人。咁當然咧，都仲係喺臨床研究非常初步嘅階段啦。再遠少少嘅可能係乳癌啦。甚至乎而家我哋都傾緊啦，會唔會腦癌都有機會？因為其實嗰個問題要克服咧，就係個腦有個好厚嘅頭骨。咁我相信未來嘅科技係有機會克服得到嘅。咁當然而家好初步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係有咁嘅計劃，我哋先至可以繼續開展我哋嘅研究咯。好多時咧，即係發現有肝癌咧，已經係晚期咁樣啦，令到嗰個治療好困難啊。其實有冇話有啲咩人係一啲高風險人士可以及早留意嘅咧？其實頭先講嘅肝癌嘅發生咧，基本上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咧，我哋都係肝炎大國㗎。我哋有差唔多香港有5%至5.5%嘅人咧，都係乙型肝炎嘅大患者。咁乙型肝炎都唔少嘅，但係就冇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啦。咁乙型肝炎病患咧，引申出嚟會誘發肝硬化或者肝癌嘅機會咧，係比正常人高100倍。所以呢一班病人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病人係潛在會有變肝癌嘅風險。咁所以如果有呢個新嘅技術咧，希望咧第一可以幫到其他更加多嘅病人啦。第二咧，如果我哋可以及早揾到呢班潛在嘅病人，即係啲嘅正常人啦，因為好多人都唔知自己係乙型肝炎大患者。咁要及早去做一個篩查嘅話咧，就有機會早啲揾到一啲早期嘅肝癌，就唔係頭先所講話好多都係比較晚期做唔到手術。如果可以做比較早期嘅肝癌咧，咁你基本上咧，你所有治療咧都有機會可以考慮嘅。譬如話傳統嘅外科手術啦，又或者真係消融啊，甚至乎用催化機啊。咁當然有利有弊，一定要同病人咧去坐低，大家好好傾，去揀一個最好嘅方案咯。明白，今日好多謝你嘅分享，我哋先講到嚟呢一度，再見。